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2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中国武汉肺炎未收煞，不过习近平主席却要求企业要紧开工，引人议论讲是用人民的性命咧搏输赢。早起行政院院会已经通过要替各行各业渡过难关的方案，也讲会补贴业者，拍一鼓励民众尽量消费。咱国家己开发研究，头一个火箭飞起1号，本地透早6点要发射，不过因为气候无同好，计划暂停。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武汉的肺炎未收煞。中国目前诊断确定的人数已经将近6万个，尤其中国湖北省今日开始，因为连无过检验，敢若由医生临床判断镜头就认定致病患者，嘛拢总按入去，一时间是加增加14000几宗病例。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讲，望大小型企业要赶紧继续动工做实，今年经济成长就顾好调。但有媒体咧议论，莫非这就是掠百姓的性命来咧搏输赢？在软件上，比如说是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特别是湖北省的疫情，中国国家健康委办公室12增加临床诊断的类别，而且也纳入确诊病例数。至于湖北的确诊病例数，一时增加超过14000例，死亡人数增加超过240人。虽然世卫组织12强调，目前也无法度确定疫情到底是什么程度。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在政治局常会会议上有关指示，会以减税这方式鼓励企业复工。国民还强调要确保今年经济成长表现。中国央视也马上报道中央企业的复工复产的情形。比如像石油石化复工达产率已经达到97%左右，像电网、发电企业已经达到83%以上。路透社独家报道，习近平2月初在高层会议中就指出，部分组织疫情做法成果超过，已经伤害中国经济。当中包括封省、封城、封路，修制限制性措施，不止无实际，也引起公众惊吓。中国微博传出，北京已经向地方下开路令，停止阻断交通的防疫措施。在救经济甲救疫情两难之间，习近平好亲像选择经济。部分媒体批评习近平这种舍命无下载做法，因讲是替老百姓命在搏。全中国各地因后到70已经拢复工，不过明显民间并无完全响应。当然和正常角度来讲呢，还是会是少很多的，就是和节前正常还没有这个疫情还没有扩散的时候，大家就是人流还是少了很多。目前包括中国的腾讯已经复工一期延到24，阿里巴巴等网络公司也搁延后开工。苹果公司也宣布，中国境内直营店继续休困。未少企业已经拢裁员倒去。中国清华甲北大联合针对995间的中小企业进行疫情影响进行调查，其中85%真歹挡过3个月。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疾病管制署下晡的记者会表示，讲国内目前依然保持18个诊断确定的病例。加在好消息是，第10个验到迄个正月初倒转来国内的大商，已经2摆拢无验出病毒。另外，政府为了控制病情摊开，但要求便按中国、香港还是澳门倒转来的民众，拢都要在家观察健康14天。清明若到倒转来陪望的大商一个多，相信迄当阵对抗疫情的考验，定着才会到底。武汉肺炎的传染力是真惊人，感染者就算讲无任何症状嘛有传染力，到底疫情当时才会当减轻，也阁唔知影。目前国内大港对中港澳入境人数超过5000人，预计清明的时，大商倒来陪望的时阵，会是后一波的大考验。中国大陆是第一个热区，东南亚也是要小心哦。东南亚其实有些国家已经社区流行了，只是他们的侦测呢，是不是有没有完全掌握到，这个很难讲。所以而且我们现在要走南向，所以东南亚进来的人也是要小心。目前国内防疫策略，若是对中港澳转来台湾的人，拢必须要接受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的措施，而且这个拢无包括确诊个案的接触者在内。目前全台湾负压隔离病床超有1100床，医师烦恼讲，到时阵若是大商清明转来台湾，居家检疫可能会超过10万人，到时阵会无法度负担。而且，就伫咧武汉肺炎疫情爆出来时，国内流感也是继续伫流行。敢若顶礼拜就有14个死亡。医师嘛提醒，新型冠状病毒甲季节性的流感拢算是呼吸道的传染病，所以嘛有可能有混合感染的现象。呼吸道病毒混合感染是常常有的事情。那流感跟新冠同时感染也发生过了，
哦，所以并没有什么感染一个病毒就不能感染另外一个病毒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其实是要多方面的去诊断。医师表示，流感甲武汉肺炎的症头有淡薄仔像，除了发烧，流感上主要也是喉痛、流鼻水为主。民众上好的预防方式也是爱赶紧注流感疫苗来增加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国湖北省台湾事务办公室昨发表声明，要求咱赶紧安排后手900外个，搁留踮遐的台湾人，搁有含咱寄带配亲的中国人民，看要安怎接回来的工课。因甚至搁批评台湾当局，讲咱是一拖再拖。伫咧遐嘛有一个中国籍的台湾看守，亲笔字写配予蔡总统，望政府就唔通继续放因遮的人踮伫咧湖北念看。自从2月初3第一批返台专机了后，武汉肺炎伫湖北省疫情严重，大批台湾人甲陆配滞留伫湖北真着急。昨日暗时，有伫湖北的陆配亲笔写批予蔡英文总统，一位自称是单亲妈妈的陆配伫批中强调。伫台湾生活将近20年，伫台湾生囡仔，拜托蔡总统唔通放弃因，互因早日会当回来。若无不排除号召台湾的亲戚朋友到陆委会抗议。对于国人的权益跟安全，那我们当然会去思考，用最妥适的方式，来进行照顾跟协助。那当然，同时也要兼顾国内的整个防疫工作的进行。总统府表示，照顾咱国民众权益，也爱兼顾防疫工作，有缘继续沟通。也毋过，湖北省台办发言人邢君志昨日号表示，早已经列出滞留伫湖北的979名台胞名单予台湾，安排同行负责运送。到达有缘无同意同行的运送安排。符合这个防疫优先、弱势优先、医疗，我们跟安置、收容的这个隔离的这种设施如果够的话，那当然我们就会来启动。对湖北省台办强调，滞留湖北的台湾人中，将近85%是临时到湖北的状况，而且无满18岁的少年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将近400人，希望尽速启动第2批包机返台。也毋过，陆委会强调，防疫第一、弱势优先为原则。至于第2批返台专机敢是有明确机停，陆委会只表示会继续协商。记者综合报道。总是中国籍的台湾看守所生的囡仔，本身也领无台湾的身份证，但是已经限制入境了。一日中间政策转变失败，正就是因为有袂少民众拢赞同讲，国民的权益确实着爱考虑大声。毋过，但嘛有民间团体咧举讲，万不如有迄款中国看守袂过来台湾进前所生的情人囝，即回敢若对老母转去找亲情，就袂当搁再转来。那即款情形，政府嘛着爱斟酌考虑。便当菜色真澎湃，有鸡腿、照烧猪排等菜色轮流替换。这头一批武汉包机返台，已经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的陆配，正咧接受政府安排14天集中隔离。伊讲，已经感谢台湾政府大心的照顾，也毋过看到近日陆配囝儿来台政策4度变盘，心中犹原真感慨。他可能也是很两难的，一方面，大陆这边的采购回来的压力，一方面台湾民众的压力。我们需要抵制的是病毒，并不是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自己，我觉得应该更多从人性上面来考量。陆委会原先伫11宣布有条件开放陆配囝儿入境，也毋过被舆论批评，隔多讲就紧急大动啊，规定无中华民国国籍的陆配囝儿袂当入境。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讲，无选到台湾国籍爱家己承担。民间团体认同防疫爱有人流的管制，也毋过也强调有一寡状况是陆配囝儿无法度选择的，像陆配过来台湾的时阵，带着甲中国人翁生的囡仔，可能也咧等身份证，这个时阵都会受到影响。朋友是一直在台湾是在就学的状况，那这么一刀一切下去之后，这些小朋友不能回来。其实也会造成小孩子第一种他的心里面压力。要拿到台湾身份证是1年只有300名的这种限制，所以呢，就是说他们也不是想要拿台湾的国籍就可以拿台湾的国籍。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的确有一些人是自己的选择。但是呢，就是更重要，我觉得今天防疫不应该是从国籍来做区分。民间团体指出，陆配囝儿申请咱国身份证爱先排配额，若讲排着，可能爱搁等2年的申请时间。政策一刀切，可能会冲击
真台湾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若是政府的政策有改变，一日中间变几落摆，这款现象是好也唔好。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甲想看卖。啊，毋是讲自今仔日开始想呢，咱永早有真侪民间的俗语，已经流传几落百年，嘛共款咧讲即种的情理。百项的主张，但即马即个时代，个人拢嘛挺好自由论起。毋过国政今日要讲的政策改变，正就是较早咱定伫咧讲吼，会做官就爱会捌理，会做官即马就爱会学察理，会晓听人民的声音，这才是要紧。因为以早我的老母就定定甲我讲，阮外公吼拢甲教讲，一人的主张毋但两人的思量。当时代进展来到遮，所有无论搁较悬，连总统嘛是咱一票一票当出来。你讲倒一个人单独有外交，永早戏文内底咧做，讲倒一个皇帝真正有才调，办甲官清如水，民如镜，逐个百姓人人都过了安和乐利。毋过时代进展来到遮，是爱正人的思量，大家互相意见相打合，搁较要紧的。你讲看有影无？啊，毋则嘛另外一句话。这是过去戏文内底常常咧讲的，讲叫做我治不如将治。我家己一个人头壳搁较好，我家己搁较会晓想，家己无论讲会晓飞天转地啦，假使讲吼，咱正人做伙来结头壳，做伊内底看有迄个诸葛亮，讲有法度算，有法度按，但是诸葛亮敢有才调按甲讲，魏延无对前门你来，对后壁门踢倒伊的七星钉。所以我治一个人，犹原也是较输将治。总是政策若咧改变，拢是因为人民打出来咧举，拢是因为人民大家大声咧喊话甲主张。一人主张若毋但两人思量，你做官的人就爱学捌理，就爱听人民的声音。啊，人民毋是食饱盈盈，毋是讲吼我想到就举，毋是呢。大家拢是为着啥？拢是为着讲争取一个公平性。你讲看有影无？毋则英国嘛有俗语咧讲。讲三甲米就才有剩，第二句嘛常常人伫咧讲怨无无怨少。我袂去怨讲吼，你分我少啦，但是怨讲吼，你分你有分我无啦，这就叫做无公平，就是因为大家无公平打出来咧举。啊，做官执政的人，你就要体会讲三甲米才有剩，国民顾好，政策改变是无要紧哦，只要人民的声音听得入耳。我相信讲，大家同款也是会支持。过来，咱赶紧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的疫情报告指出讲，当有愈来愈多证据表示，武汉肺炎的病毒和中国南平一款脚头密薄拍算是有牵连。啊，虽然昨中国的专家在咧言讲4月疫情可能就会收煞，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煞回答讲，那这就要真谨慎来看待，因为病情摊开的变化是各项可能性都有。观众朋友，武汉肺炎伫咧全世界诊断确定的病例，目前已经超过6万例。咱来看下晡上届新的统计，即阵中国有59867个病例，1368人致病死亡。这是因为湖北省官方自今日开始，将医师临床断定的病例嘛列入去确诊的患者内底。湖北省这一天就新增加14840个病例，死亡的人数嘛增加超过250个。啊，咱台湾是无新增加确定的病例，目前依次18例。另外，迄个伫咧日本约克哈马港口的船礁公主号游览船，今日又搁新验出44名病例，船顶计共诊断确定已经达到218个人。啊，日本国内是依次29个患者，其他的所在有新增加病例是香港，昨搁增加1例，目前是有50例；新加坡增加3例，目前也是50例。啊，那西洋国家迄边面，美国是14例，英国9例。剩的国家拢无个新增加患者。头拄咱讲到新加坡武汉肺炎累积的病例已经达到50个，这是中国以外诊断确定的人数上届最一国。目前阁有8个患者病情加重。新加坡的官员嘛表示讲，就要拍算代志上届歹的情形咯。啊，昨新增加3个确诊的患者，拢毋捌去到中国行大过。专家就警告讲，新加坡的疫情恐惊才拄开始要断呢。
新加坡10日新增加3名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是无去过中国的新加坡人，其中1名62岁查甫人是星展银行职员，目前定在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隔离室。银行紧急疏散甲1名病人，共一站楼啊工作的300名员工，佮派人消毒办公室、电梯大厅、洗便所，全部员工伫厝内底工作。In Singapore,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utbreak. The epidemic curve would start again. 新加坡感染人数有50人，是中国以外确诊病例上侪国家。目前15名患者已经康复，不过有8名患者病情严重。当地官员表示，要为上歹情形做好准备。WHO 旗下组织专家认为，新加坡疫情才大开始，而且预测也无病例国家最后也会沦陷。Got people asking the question, obviously, why are they not affected yet? But be pretty confident, though, eventually every country will have a case. 新加坡官员认为，疫情会这么严重，是因为群聚感染。确诊病例当中，3人甲君悦酒店举行的商务会议有关系，5人甲一间教堂，9人甲一间药局有连结。I don't think there's any reason to panic. I can't explain why people need to go and buy lots of toilet paper because of this, or even rice. 新加坡当局宣布，疫情应对警戒程度提升到第2关的感觉性，互民众真惊吓，抢备物资准备。专家强调，民众应该保持冷静。目前无任何缺少物资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一只国际上载2000几个旅客游览船，名叫 Westerdam。这站因为武汉肺炎当咧探，本地要去瓦罕的国家，所以拢拒绝因入港。经过船公司再三拒接，张总也得到东南亚海甘波济这国英准，先互因靠港，才安排飞行机甲人客再去首都金边市解散。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单消息的时，嘛特别强调讲，船顶目前是拢无人致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各国拢真紧张，货比航空公司的威士特丹号邮轮去台湾、日本、菲律宾、关岛、甲泰国各国入港，2257乘客甲船员该当伫海上。好在在货比航空公司10日暗发声明表示，威士特丹号下日13早起7点停靠柬埔寨西雅努港。世界卫生组织证实这消息。I'm also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oday Cambodia agreed to accept the Western Dam cruise ship, which has been stranded at sea for several days. Based on what we have been told, there are no suspected or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on board the Western Dam. The ship will arrive in Cambodia tomorrow morning. 虽然有报道指出，船顶有人出现疑似武汉肺炎的症状，不过声明讲船顶所有乘客拢真健康，嘛无人有疑似症状。威士特丹号是这个月初1为香港出发，1月15停靠日本，和新的乘客登船。结果因为部分旅客有发烧或者是疑似症状，去5个国家拒绝靠港。原本团出1月13进入泰国曼谷，和旅客落船，佮欢喜举行欢送会，不过去泰国政府拒绝，佮派出军舰送去外海。เราก็จะดูแล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มนุษยธรรมนะก็จะเติมน้ำมันจะต้องการน้ำต้องการอาหารเราก็จะส่งไปให้นะครับ Apparently, Cambodia has approved our docking pending a health inspection before we dock. So that's the status right now. If we are able to get disembarked tomorrow morning, Holland America has said that they will make arrangements and pay for all of our flights home. 邮轮原本是一项好的旅行选择，会当好好享受。所以疫情变作海上漂流恶棒，即摆游客甲希望会当赶紧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这站期间，飞行机帮嘛大减少。中华航空公司就发配合国内外各级的主管，宣布对2月中旬开始月级的升减10%，大家监督。总是咱国内大小间航空公司开始因为这边的灾厄经营上有去遭遇到困难咯。华航国际主管收到人力主管处内部批通知，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地属公司的航班减少，坐飞机的旅客人数降低。为着要因应公司营运冲击影响，先实施公司主管减薪水的措施来应变。减薪水的方案包括国内外各级主管、外派还有转投资事业的主管，从2月16日开始，等待疫情较减轻了后，才去恢复。
如果是无薪假，一定是要通报。但是如果是属于劳工之间的契约的变更的调整，那个一定要经过双方的同意。那至于主管是不是有适用劳基法，这个要看他们的情况。华航嘛表示，因为鼓励员工伫咧这时阵规划原本的特休假甲补休假，而且嘛强调讲，暂时无考虑要实施无薪假的措施。若是来看华航去年的财务报表，拄9月份开始，连续4个月月累计营收拢是负成长的状况。即马个面对着疫情来减磅，看会出来有财务的压力。航空学者嘛分析，国内2大航空中研甲华航过去拢捌经过罢工，所以伫咧即届面对着疫情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比过去SARS时更较大。2大航在这个疫情之前，其实因为都历经了航空的这个罢工的冲击，所以本身体质上在影响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体质上的削弱。华航伫咧SARS期间，嘛捌针对经理级以上来减薪水，毋过即届是所有主管减薪水，不离个减薪水幅度有较细。若是中型航空目前是无安排减薪水部分，公司表示会看业务状况安排教育训练。但开业的星宇航空近前嘛宣布暂停澳门航空，而且延后所有航线开航的日子。疫情继续伫拖，嘛互国内航空业者经营受到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交通业毋但干那飞轮机。航空公司有困难，民众出门本地坐客运的嘛袂少，但是会减就尽量减。有的业者就表示讲，近来因载着的人客大减少，只有是将车抓中间浪碰的时间拖长来应变，嘛望政府会当赶紧倒设法。但台湾汽车客运业产业工会阁表明讲，客运车司机的薪水是车抓的奖金带较重，那底薪普遍敢若2万外块，无车通好走，要顾家庭，无定真正也是有困难。客运驾驶挂嘴暗，甲车整理好，随时准备要出发。毋过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民众较少来坐客运，互驾驶的感受真深。平常尖峰的时候都满满的客啊，离峰的时候本来都还有6、7成的，现在差不多剩下3、4成、4、5成而已，是有担忧啊。这样会减少我们的收入啊。虽然目前往前时也是维持逐工6座车班，毋过疫情也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无人会知。业者嘛指出，最近的载客量甲过去比起来，超市降低2成，有特定路线阁减了6成。载客量平均减少的幅度是高达2成。板桥、台北、西门町到9份金瓜石的路线，原来是1的话，那现在营收只剩下0.3，那少掉了2/3了。如果这条路线运量它有掉2成的话，我们就希望那个至少那也能够减个1成到1.5%，甚至2成。学生延后开学，民众嘛较无想要出去佚佗，冲击到业者的营收。台湾汽车客运业产业工会嘛指出，部分业者不得已来减车班，嘛互驾驶无车通走，干乃当休困等待，等于讲是休无薪假。1个月休4天假，备营下来的时候，那可能现在司机已经休到8天，要不要休到10天？司机的话，一般是公司会给一个底薪嘛。其他的你要靠载客服务奖，正常来讲，大概差不多是1万多2万这样，只剩下2万块钱，那怎么去支付这些所有的一些费用？工会表示，驾驶员若是无车抓奖金甲其他的奖金，底薪可能敢若2万外块，收入无遐多来饲家伙。希望政府相关纾困计划会当提供补助，或者是无利息、低利息的贷款。斗相共驾驶会当拿囡仔学费甲生活的相关贷款，才会当互业者甲驾驶员度过疫情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咱今来讲，早起行政院议会已经通过要替各行各业渡过难关的方案，内容包含经济、交通、观光、农业各方面，嘛会针对餐饮、小卖、展览、商圈各市场，这5项应付国内需要的服务业提供贷款的协助。各讲的规划拍折发优待券，鼓励民众尽量消费。这条预算的规模按起来有大概600亿才济。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拖，冲击着国内产业。行政院早起通过纾困方案，针对疫情稳定了后，推出各项进行辅导措施来恢复内需型的产业买起，尤其是针对百货卖场、小卖、餐饮、商圈、夜市啊、传统企业、会展等等的产业，规划你开钱或拍折的优待措施。政府提供拍折，鼓励民众消费，总预算规模要达600亿。我们即将匡列特别预算的规模是600亿。它即将由历年的累积的税基剩余，还有主计总处即将要筹措的财源来支应，作为主要的预算来源。而特别条例以及特别预算为期1年。
但若像是真正的夜市仔馆，消费一定的金额会当部分来使用，毋是直接当做现金，趁机会来带动民生消费、振兴经济，创造另外的效益。还有交通，拄观光业的饭店、旅行社，还有航空运输、小三通等等的相关产业，因为武汉肺炎大大受到影响，行政院有短期的补助甲中长期的转型进行计划。院长特别要求在场的所有部会一定要仔细盘点纾困的方案，而且纾困的方案必须以4大原则来进行。第一，雨露均沾，不可以漏掉任何可能受到冲击的厂商产业。第二，立竿见影。第三，固本强身。第四，加速攻坚。他公布的是第一波。农业部分是协助学校中倒等实在供应的农民维合通路，加强分散甲发展海外市场。中国资源暂时无法度来台湾的因应措施，而且甲电商合作，推上农产品伫网络内卖，而且嘛提供农渔业的纾困贷款，嘛调整生产结构，协助产业升级。记者综合报道。两百观众朋友拢还会记得，2008年全世界金融危机迄当阵，政府嘛捌一个国民分3600块的消费券。啊，毋过过当年的经济成长率提升了，却相当有限。但又搁咧计划要鼓励拍折，掠20亿的预算出来要发振兴经济优待券。但学者是分析讲，若是预算的担头莫伤过重，优待券的确有法度刺激人消费，安尼嘛袂输引一把火，互经济较快倒会行咧。打折，打到骨折。伫早起传统市场买物件人明显变少了，武汉肺炎疫情慢慢冲击类似消费市场。为提振经济，政府计划推出振兴抵用券救市，大部分业者拢赞成。促进消费啊，因为现在大家比较不敢出来买东西啊。病情的关系，大家都躲在家里闷久了，一定都会出来啊。啊，毋过有部分民众认为，对提振国内经济成长率效果有限。敢若中港望远镜共款分的，迄个 GDP 也出差无偌济啊，对经济无啥好啦。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海啸，马英九政府也捌推出消费券，当时每人发3000，政府也坐858亿。啊，毋过过年2009年 GDP 只有成长0.28%到0.43%，实际效益有限。去年，蔡政府因应中国限缩中国客来台湾，也捌推出扩大国内秋冬旅游补助方案，招带续参加方案的饭店、民宿每间房用领200块夜市券，编列差不多6亿的预算。到目前，创造经济效益差不多是9亿。这摆振兴抵用券预算规模达到20亿，是不是应带动类似创造经济效益？学者分析，这毋是政府全部来付钱。补助一定的金额，大部分应成功带动消费。去年推出的国力补助的效果其实比较好，部分补助嘛，这个应该是点第一把火啦。后面的话要有其他的带动，1000块的诱因其实就有民众会买单的。但是民众其实是出来大概会花5000块所以它的投资效益其实是5倍。经济部表示，已经就5大项类似服务业、餐饮、零售、会展、商圈、夜市甲传统市场做检查。另外，疫情结束了后，也专门提供业者新增加贷款。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宣布禁止台湾人入境，引起国内在朝在野拢真反感。咱的政府会当运用落去抵挡的办法，包含暂时将菲律宾的劳工申请来台湾的案件打动。阁有取消免签证优待，甚至是将驻在因国内代表调回来。外交部是讲，这个工作拢有咧考虑，不过也阁积极咧沟通，尽望这2日菲律宾就会当收回这条禁止令。菲律宾卫生部初10半暝突然宣布禁止台湾人入境，引起咱国的反弹。外交部表示，根据了解，这是菲国卫生部长单方面的决定，并不是官方的立场。目前正透过各方交涉中，希望这2天菲国的内阁会议会当进行。今明2天应该是他们会召开内阁会议，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内阁会议上呢，能够做成决定，来更正这个菲律宾卫生部的这个片面的决定。
外交部则表示，目前也在交涉，也毋过传出，若讲得不到善意的回应，咱国已经准备用反制措施，可能甲进前广大幸福事件同款，冻结非国旅港来台，也是暂停免签，禁止非国来台旅游令。虽然外交部强调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也毋过目前先莫讲制裁，要有沟通的机会。还没做成决定之前呢，我想我们先不要在这边来谈所谓的这个制裁，因为要看他们做成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们的政府已经做好了周全的准备，我们有配套的方案，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相关的全面性的一个考量。另外，几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包括加拿大等，在提出决议案，纪念因为感染武汉肺炎刷过身的中国医生李文亮。其中决议案也特别呼吁北京，疫情资讯应该公开透明，并且停止将台湾排除伫世界卫生组织外。外交部也对此表示感谢。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昨早日伫咧瑞士日内瓦这个都市举办医疗专家的技术会议，将其为咱台湾的专家是有以台北名义，经过电脑镜头参加开会。外界嘛认为这对咱国家的管理是真伤害。但过去捌做过卫生署长的叶金川甲杨志良这人士，早起就出面讲要招募500万的人来联署，表达台湾人民争取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心。因应新型冠状肺炎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1、12伫咧瑞士日内瓦举行专家技术会议，全世界400个专家参与。不过最后 WHO 敢若同意台湾以台北名义伫咧线顶参与论坛，却互外界认为无公平。捌做过卫生署长叶金川、杨志良等人13召开台湾要进入 WHO 的记者会，要招500万人来联署，互 WHO 会使看到台湾人民的决心。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是一个政治的题材，这应该是健康跟疾病的问题。两岸血缘文化高度连结，但是政治体制完全不同。所以呢，政治体制是一件事，人民是一件事。你把这个政治跟人民搞在一起，就会造成很多的困难。杨志良强调，台湾从来就唔捌红抗疫情，中国和台湾的政治体制完全无同。佮较表示，台湾无法度加入 WHO 是全世界的损失，佮较是中国的损失。呼吁习近平头壳就要较清楚咧。台湾公共卫生学者叶金川认为，台湾爱伫咧有意义、尊严和公平三个原则之下加入 WHO。那能够争取到什么程度？就去争取到什么程度？我们参加能够表现台湾的医疗实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就是尊严。台湾要进入 WHO 联署活动，负责人表示，为2月13开始发动民众伫咧网络参与，希望防止疫情继续退烧的这个关键时阵，政治因素应该排除，一切以人民的健康甲福利为优先。记者阿敏金郑玉水台北报道。咱来讲美国在台协会李英杰处长早起去拜访打上林的立法院游锡堃院长，讲到中国的军机伫咧巴士海峡2摆飞起来扰乱台湾，李英杰是无加说明。不过，若讲到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件代志，伊就明确表示支持。我们再让大家拍一下。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13拜会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双方阿舅阿写字，游锡堃是俄罗李英杰就任了后促进台美关系，双方了后进行闭门会谈。处长今天聊得开心吗？两个人讲要点半钟，游锡堃会后接受访问时阵表示，双方就立法院的优先法案交换意见，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跌断，中国利用远海灯分的名义派遣军机9号、10号，小连续2天驶台湾来飞。美国12毛2架美军 B-52轰炸机沿台湾东部空袭来飞，中美双方互相比拼，互这礼拜台海是真无平静。还派军机来绕台，这个是在我当然我就谴责，在他面前我表达我对中国的谴责。针对中共军机2届驶台湾，李英杰无加做说明。游锡堃是对李英杰当面表达对中国的强烈谴责，嘛感谢美国国务院发声，呼吁中国停止威胁台湾。若是外界关心的台湾加入去 WHO， 李英杰嘛有确定支持的答案。那请问您支持台湾加入 WHO 吗 ？Of course。过去的支持以外，希望未来能够更加加强，让
台湾早日能够参加 WHO。2020大选了后，台美的关系变好，和台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议题，搁一概起互讨论。毋过美美旧敢是要开放进口，也是变做台美双方的重点。有社群回应讲，台湾必须要面对，目前相关议题是交予农委会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2月初10，政府宣布小三通暂停。毋过2月初9的时，有一个大婚龄57岁的男性，按金门坐上尾班的飞机飞转来台中青山港的机场，结果无互因厝邻的人甲载倒转去，家己按青山港行12点钟，行40公里去到溪湖镇公所，中华的溪湖镇公所才联络婚林县元江镇公所去甲载转去。目前这个台商伫咧厝邻检疫，并无症状来发生。一名带婚龄的57岁男子，这个月初9为金门坐飞台中青山港的上尾班机转来。虽然厝内人有派车甲伊接，不过伊坚持唔坐车。拄暗时9点开始，为青山港行12点钟40公里远，到中华关溪湖镇公所寻求帮助。无材料，咱家己小港走去，你听无？嘿。迄个管饭机迄边的人甲讲，你紧地去，紧缀恁阿爷出去点行去快再甲载无？啊！怎你到外口？你若因讲要因来小弟讲无你地去用车好？啊，唔啦吼！啊，叫去我车嘛拢唔啦，你车甲载拢唔啦。溪湖镇公所表示，到初10早起，因较接到警方的通知，这名男子是用行的到公所寻求帮助，因随通知卫生局等等的单位。了后是这名男子的厝内人甲伊接转去，而且由公所帮伊款3顿，互伊伫厝内居家检疫。那个个案呢，其实他不是没有亲人去载，是他拒绝给亲人载，所以他从清泉岗他就绕跑，绕跑之后呢，那个航警局就有通报。这个部分还是以他的家庭支持系统能够协助的为主哈，那所以我们公部门是从旁协助哈，那就很顺利的哈，在礼拜1就有把这个个案哈接回家里。云林县卫生局表示，居家检疫个案会由民政单位、各有当地的村长也是里长，依规定进行逐日的关怀。这名男子会居家检疫14天，目前无出现任何的症状。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高雄市政府的卫生局近来卡手是真欠，这礼拜开始嘛调度市内外角头卫生所的护理人员去斗支援，结果导航调度人员反映讲，踮卫生局上班上到深更才倒转去到厝。过灯工透早，就要搁入去本地上班的卫生所当值。但高雄市卫生局嘛出面说明讲，调度的人员手底业务应当是要由职务代理人来负责，因是无强制要求人上班上到遮尔严。疫情调查中心回应民众卡来电话，到3天通报个案做疫情调查，还有就医转介需求等等的工作，防范武汉肺炎。高雄市卫生局1月28成立疫情调查支援中心，需要卫生所的专业人员来轮班。这礼拜开始，定调嘉山、公山、桥仔头等等原本高雄区内卫生所的人员来支援，所引起不满。有基层反映讲，交通时间要1点钟，等去厝拢半暝，过灯工透早8点才来上班。下午4点到晚上12点。这就是他每天应该上的班，上完班之后他就是下班，所以他下一次上班的时间就是隔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12点。至于在过程中有任何的卫生所因为任务或者是他个人有一些卫生所里面的业务应该要处理的，这部分有相关的制度，叫做职务代理制度。卫生局先前讲有定调偏远地区卫生所的人员，毋过无要求讲过灯工透早一定要上班。正常状况之下，业务应该交予职务代理人来处理。毋过私底下问卫生所的人员，确实有超过时间上班的状况。应该积极的做好配套措施，包括在市区也要帮助我们这些从偏远地区征调来协助的这些医护人员来做一个休息的场所，甚至在班表的调度上也应该有所调整。卫生局表示，若是有特殊的状况，拢会当翻译，局内底会看情形来调整。毋过目前是对抗疫情的重要时阵，定调轮班的调度未改变，也是希望当然会当尽量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是过来东部来看台东，咱国的科学家家己开发研究，头一粒火箭飞起1号，进前伫咧台东县达人乡要试射，毋过在遐地方所拢讲，大家毋知。经过各方面打合，本地今日透早6点就要正式发射，毋过尾手是无顺势拍起到空中。负责开发这粒火箭的陈彦生博士表示讲，因为气候无通好，发射计划才会暂停。
后回按算是3月会搁再震动。透早8月1號，伫真濟維管的民眾面前，青草會講甲農煙，也毋過火箭卻無成功。互透早冒着大雨趕來台東看咱國頭一擺家己製造太空火箭成功的民眾，有淡薄失望。不過還是覺得，太空科技對台灣很重要。這個是讓大家很期待的一件事情今天是什麼個緣故？已經到了7點，我知道是他們申請的空域時間是1個小時。火箭無順利升空，佇發射台下掉火箭來氣壓，到底什麼原因，互這擺的發射任務無成功呢？正常太空科技陳彥生當處長講，是因為落大雨，天氣無好，高空的風切傷強，影響火箭飛行，最後只用7點火將之發射停輸。這擺已經收到火箭發射相關數據，作為後一擺發射的參考。像這種發射衛星的火箭跟一般的太空火箭不一樣，它是按着你設計的一條軌跡在飛的，所以你呢按照這個軌跡在飛的時候，你如果風切的因素太大的話，你一定會偏離掉。後一擺閣發射的時間，陳先生表示目前還未確定，可能要等到3月以後。也毋過，這擺發射並毋是科技部委託的火箭發射任務，也毋過也是受委託發射前因必要的實驗項目之一。至於這個火箭發射基地的用地爭議，以及甲原住民部落溝通，陳先生強調已經甲台東縣政府參部落組織攏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才能完成相關保證程序。記者綜合報道。咱原來講，去年年底才重新擱再鬧咧開幕的新竹動物園，雖然所在無概括，毋過平均測一日是接待甲萬外的人客入去行搭參觀。這片動物園上界特殊的，就是無色籠啊，用開放式的造作，互民眾近就會當看到動物佇咧看官爬價。結果煞有袂少人直接拼食食飼遐的動物，講起來這是無解套動。畫面當中通看一位查甫人直接甲手裡的正食飼互狗山啊，只袂少民眾看到，攏講傷喊過。園區都有在餵食，你讓亂也不知道吃什麼東西亂餵食反而不好。不要餵比較好，因為如果隨便亂餵食，可能會造成他們動物會死亡。因為怕動物吃了會肚子不舒服，而且也怕危險啊。如果小朋友餵很危險啊。舊年2月定開放的新竹動物園，無論是平常也是休困時啊，攏有真儕遊客愛來遮，因為園方開放遊客甲動物互動，也定會看民眾烏白對甲動物吃。好奇心就會丟一些食物給他們，那我們發現之後，我們會立即制止，也希望說大家一起來配合，這樣子的那個禁止這樣的行為。嘛有民眾反映講，定開幕的動物園動物敢若無以前多，園方出面買花，因為場地無遐大位，因此即馬開放的動物對原本的70種減到60種。我們讓留下來的動物有更大活動空間之外，我們也希望說這裡是一個沒有籠子的動物園，所以我們有很多的鳥類我們就沒辦法在這邊做展示，那我們就把它移到其他動物園去做安置。不過我們現在的物種其實也沒有減少非常多，那我們也陸陸續續會再去引進一些其他動物園，也許是有一些適合的動物來到新竹動物園做展示。園長也甲民眾呼籲來耍的時，千萬唔通甲動物欺負，也是甲亂飼。未來會派人加強巡查園區，避免這款情形一再發生。記者綜合報道。這站高中以下的學校開學攏延前着，不過嘉義中人醫學管理專科學校的美保科，所有家長出面咧講，學校叫學生登去做寒假畢業成果展的作業，那像是無顧學生的安全。不過學校出面寫清講，這是自發性課程輔導的活動，未去影響到學生的作業。學生專心咧無用手頭的作品，要趕佇咧開學之前，甲作品完成到一個程度。嘉義中人醫學管理專科學校有家長向媒體投訴，講學校老師無顧疫情的嚴重性，要求學生甲學校準備成果展。不過學生強調都是自願來的，學校並無強迫。我們4年級之後的課程還有一些實習，就是會比較忙。小開學後再做的話，可能我們會做不完。這樣主要都是採就是自願沒有強迫這樣。而且也有量體溫。學校表示，在頂學期還未結束之前，都有甲同學討論是不是要利用休館的時間，回來學校製作畢業展覽的作品。只是想袂到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才來產生誤會，會過來向家長說明。沒有強迫學生而且跟這個什麼學科分數也沒有直接相關。我必須要說明一點。
所以是对对对，同学愿意参与的。对对对，他们参与的情况怎么样？参与的情况几乎是90%以上的同学都愿意回来。学校强调，因为本来就是自愿性的参加，所以无回来的学生嘛袂影响到成绩甲分数。学校嘛特别制作同意书，要来向家长说明，嘛会执行防疫相关的要求，希望家长甲回来学校的学生放心。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因为寒假佳休，台北市的教育局自2月11开始，就开办网络线顶的教学，予义务教育读到第9年的高中生进行寒假辅导的课程。有同学就讲，这款上课的方式，就要予因淡薄仔时间来适应。不过看内底所开的课袂少，踮厝里开电脑上课，时间嘛真有春秋性，感觉是不只要有心适性。起床了后，予家己较清醒，8点钟午醒，做到倒下头前准备。过半点钟，各种新务线顶行辅就要开始，爱抢定日库克云平台。因为原本韩辅的课想说可以帮忙复习一些进度，还有之前的范围，可能有些忘记的需要老师来上一下，可是没有的话会蛮困扰的。CO 代表的是冠状 ，VI 代表的是 virus。抢无头前100个名额 ，YouTube 嘛有直播。唯一的差别是开讲室内底学生反映，老师无法度马上看到，若是无法度同步学习，课程嘛会放伫咧平台。是刚开始的，所以还是没有那么习惯。但是喜欢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是还蛮弹性的，它有很多课程。为学生授课的老师，这几天拢伫咧台北市所谓学习教育中心直播，伫这进前差不多拢无直播教学的经验。一开始都会稍微有一点紧张，可是他们在进入状况了之后，大概5分钟、10分钟，开始习惯那个上课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上得蛮自在的。老师是哪学哪调整，但若是开学了后疫情扩大，爱有更较侪人加入，教育局陆续来办演习，互因熟悉基本的操作。那也让老师在这个时候先体验一下，好，万一如果真的要进行远距教学的时候，他的教学模式是如何，然后有没有可以在这个机会让更多老师一起合作共备。一台 notebook 挂着 Bluetooth 配搭素材，真基本的配备，老师就会当建构家己的直播教室，嘛会当掌握个别学生学习的进度。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咱来讲台南市北区的庙宇大观音亭，过去40多冬，便啊旧历2月19拢会办平安宴，互信众来坐公道，同齐食平安。啊，不过今年庙方要甲观音妈请示，都要办几支，所以先拔都拔无杯。量比这也是观音妈慈悲，要助落下的地主度过武汉肺炎的危机。啊，另外，嘛有的庙宇伫咧分翠庵顾庄头的百姓，讲起来，大家拢为着带动这摆病情拓开，真正系心神。庙方跋杯请示 MK 倒数，过去逐冬的旧历2月，台南北区的大观音亭拢会举办平安宴，宴请满满的信众。不过今年煞拢跋袂到，庙方是安尼解说：伊无要请人客，无要办，因为这个瘟疫的代志安尼，而且呢，伊佫指示讲赶紧伫这个月2月15，也就是这个拜六呢，要赶紧来做一个法会，要来度瘟祈福。停办平安宴是数十年来第一次，因此庙方伫请示市民了后，决定伫2月15号另外举办祈福的法会，除了减少民众群聚的风险，另外一间公庙台南南天府嘛得到环保公司捐1000片的翠庵，庙方是决定将这个翠庵资源送予有需要的民众，将要伫15号来发放。之前留下来，那库存的量，那都尽量把库存的量全部都派送出去，这样子发送给一般我们真的需要的人。因为伊讲吼，进口罩有阵仔真歹买吼，爱多内底有一寡库存哦，会当来送来用。唔但取消平安宴，嘛要发放翠庵予民众。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宗教界方面嘛总动员，要互相配合渡难关。记者吴正훈台南报道。大家唔但咧惊武汉肺炎的炭，流行性感冒即阵嘛大大咧惊。讲起来，医生和护理人员难免会提心吊胆。不过因也是徛伫咧第一线，尽心看顾民众的健康，全无怠慢。但这2日都未少人专工送翠庵去到桃园病院，因个写单表示对这医护人员的支持，这嘛互因感觉心肝头真烧热，真温暖。
桌仔顶摆真侪民众送来病院急诊室的催暗，佮写纸条啊，甲医护人员加油。因讲歹势数量无真侪，希望恁会当用会到，感谢恁的付出，互第一线医护人员感觉是真温暖。就觉得内心非常像温暖。虽然我们就是在第一线遭受到很大的压力，可是至少民众是知道我们是用心的，然后是给我们一些鼓励的。武汉肺炎拖到全球，台湾唔敢放零。护理长表示，病院为1月20日就开始准备防疫的工作，有4月打体检站的布棚到体检医疗流程的建立拢真顶真，而且防疫期间，第一线医护人员大家拢真紧张，唔敢放零，拢是为着保护民众的健康来打拼。他们本来就是很辛苦的，不要说最近的，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不要说最近才特别辛苦。为人民尽心尽力，不眠不休，真的很辛苦。如果没有他们的细心照顾，有没有？病人没办法康复。虽然民众送来毋是医疗催暗，不过护理长讲，防疫期间的压力是真大，民众这份心意，互医护人员是真感动，嘛互因加一份徛伫第一线坚持的力量，嘛讲到目前医护人员的催暗拢有够，请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屏东县雾台乡到甲昨下晡5点半，催暗的库存还佫有剩1300几袋，尤其徛名买催暗是死到单，计强才敢若销出去300外袋。屏东县政府嘛统计讲，县内到甲昨催暗卖完的药局比例才26%尔。县府当会讨论调度这个催暗去有较欠用的地区运用。游客到雾台看烟花，有的人佫会挂催暗，但在地民众真少人挂。市面卖催暗的卫生所嘛，无虾米人上门买。买过几次？一次啊，一次。地广人稀嘛，那你，而且我们这边又风这么大，你说真的会造成你说什么那种近距离的一个飞沫传染或什么，它机会不大。山顶地大人少，在地民众卖抢催暗，嘛响应我会使理性领的运动。自从市面在上路以来，雾台库存的催暗已经有将近1300片，敢若卖出300几片。屏东县卫生局逐工统计催暗卖的情形，对市面在上路第3天2月8号，全县逐家通关，有90间一开门就卖完的药局，经过每一天公布无卖完的地点，92号夜点敢若剩38间，而且催暗卖完的比例，伫2月9号通关有83%的药局，92号已经降到26%。表示说，这个贩售的状况啊，民众抢购的这个热潮已经退了，然后慢慢趋于稳定。我们一直在评估哪些真正需要是没有被买到的。卫生局表示，因为电脑回报存量需要靠药局填报回传，但话药局无用到无办法写，所以屏东特别以人工的方式统计。目前对较少人买的区域，将会讨论进行县内的调拨，互较无够买的所在，会使佮加一寡催暗。记者王家川、郭建顺频道报道。观众朋友，下半部因为冷空气的锋面挖进台湾，西半部和东北部有的地头无定会落着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21度到29度。中部24度到29度，南部22度到30度，东部20度到27度。金马平湖15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